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是跆拳道黑带，还要比吗？那好，比赛开始。喂，你要一直低到比赛结束吗？开始吧。你等一下，我要先热个身。那我现在教你第一招，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。不，等一下！等什么呀？跆拳道有这个招式吗？没有啊，我是怕我腿力太足，把你弄伤了，你又用工伤纠缠我。等一下！你又等什么呀？哦，你想认输了是吗？等一下！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江子，你看，姐，看我努力！姐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站住！站住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过来的话，我就要把它做成香酥鸡、黄焖鸡、猪肚鸡、宫保鸡丁、可乐鸡翅、鸡油串、鸡柳、腐骨鸡爪、红烧鸡腿肉。我，江子，你害怕呀？你看多可爱呀！你是讨厌鸽子吧？我讨厌所有尖嘴羽毛类的动物。不对，心脏在这边。